好，今日係10月10號星期五，咁啊，琴日咧就有個轟動嘅超級大消息，就係匯豐咧將斥資超過1000億元，將恒生銀行私有化。哇！咁啊係近年嚟呢個最大嘅呢個收購合併嚇。咁啊，琴晚咧美股就係下跌嘅，因為呢個budget問題，美股咧就係未有結果，繼續停擺。咁啊，道瓊斯跌243點，納斯達克跌18點，標普跌18點，港股預託證券就係大跌300幾點，夜期都跌400點。咁啊，預期咧今日港股係大跌嘅。多謝大家收睇啊！大家記得 comment、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，仲有記得要訂閱我哋菠蘿包工作室喎。訂閱咗之後，記得將個通知轉埋全部，咁樣先至會收到我哋最新嘅影片通知㗎。